我個團隊咧有5個6星，有5個5星，有30幾個4星。咁啊，有個問題就係問我咧，你點樣可以建立到即係一個團隊出嚟咁樣？咁我就話咧，其實咧當然啦，有好多有基本功，我哋要即係要學啦嚇。另一方面咧，我諗到嘅咧就係咧，大家咧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去等待啊！去等待咩咧？等待3個人出現，3個對嘅人出現。第一個咧就係等待自己成為對嘅人啊！咁點樣等啊？咁唔係話喂，咁啊聽完 Harris 講話要等待自己成為對嘅人喎，咁啊翻屋企等下先啦，係咪啊？唔係啊！大家頭先有冇印象嘅就係話，我頭3年冇乜成績，但係基本上所有公司系統團隊嘅活動我都有參與啊！其實咧，我哋每個人咧，其中一樣嘢咧都係受點樣講？受環境影響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頭先阿 Percy 就話：喂，如果你心情唔好嘅時候，要識得翻嚟啊！唔係心情唔好嘅時候，走去酒吧劈多2杯啊！唔係即係要揀積極嘅行動啊嘛，就係咁啊嘛。所以咧同埋咧，即係大家應該有聽過啦，就係話5個 M 啊嘛 ，more meetings mean more money 啊嘛。就係話如果我哋做呢個生意能夠參與得越多嘅會議咧，就有機會賺越多嘅錢啊嘛。所以咧，我提議你嘅等待咧，就係你要繼續參與公司活動，盡量認識多啲朋友可能在座有你唔同團隊嘅，咁我係好歡迎咧，大家咧唔同團隊嘅人咧係互相認識，甚至乎互相合作咁第一就係呢點啦，等自己要有耐心等待自己成為對嘅人啦。因為其實我自己咧開頭唔係好識做呢個生意，直頭唔識做啦都係喺個培訓啊、活動啊、會議啊裏邊去學習同埋成長。因為我覺得咧就係知識咧我哋可以學到嘅，知識我哋可以睇書啊或者睇 video 學到嘅，但係你成長點樣嚟嘅咧？成長係經歷翻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其中一樣嘢啦經歷翻嚟噶嘛。咁我哋參與活動，特別係大型嘅活動咧，你係喺裏邊係一個經歷喺度嘅。譬如嚟緊我哋12月14號有個活動，咁我哋請到 Dr. Dan 啦，同埋另一個科研團隊嘅博士嚟啦。咁有好多可能有啲其他國家嘅領袖過嚟同我哋分享啦。咁喺人哋嘅分享嘅裏邊咧，我哋會學到嘢啊嘛。我哋或者會喺個會議度喺個大型活動度感染到啊嘛。咁第二咧就係我哋要耐心等待對嘅人出現。我哋話對嘅人出現咧，就係話你同朋友分享嘅時候咧，可能點樣講啊？我哋話咧，你要揾到對嘅人啊！你揾到對嘅人同你一齊合作做呢個生意，咁你點樣揾啊？又唔係又返屋企等㗎就係你要不停行動咯，不停行動，你去同唔同嘅朋友去溝通，去分享呢個生意啦。另一方面咧，都係要借力會議我其中一個即係香港啦，其中一個領袖啦 Patrick 啦我講返，我哋都係上一個創業機會開始合作㗎嘛。我係當其時係2009年9月開始嘅嗰個機會。我9月，其實我2009年9月咧，我都已經識咗佢成10年㗎啦。咁我嗰陣時已經同佢講，我哋上一個機會啦。咁佢當其時自己生意做得好好啦，又好忙啦，冇時間去了解啦。但我用3年時間咧跟進佢。我3年咧，每年都揾佢幾次同佢溝通。咁咧去到第3年2012年6月，我記得2012年6月咧嗰陣時，我哋香港有個大型活動。咁我應該幾個月前，可能3個月前都打俾佢啦。我話 Patrick，其實咧我打俾 Patrick 咧都冇諗過佢去嘅，我都係同自己交代嘅啫。當其時要約人我約咯咁樣。因為你諗下有個朋友你揾咗佢3年，佢拒絕你3年但係我都係諗住即係同自己交代啦，咁打咗俾佢。喂 Patrick 我哋6月份咧有個會議喎，6月14號有個會議喎，你有冇時間嚟啊？跟住佢喺個電話度同我講，我好記得㗎。佢話我依家睇一睇嗰個記事簿先，睇下有冇嘢做先嗰日。
跟住我嗰陣時心諗，咦，你咪耍我啊？睇記事簿咁樣。